肥蘇中國世界世冠盃系列繼續咧講啊，今場就講皇馬對艾希拉啦，呢支沙特阿拉伯勁旅啊，咁啊兩隊咧今屆都換咗新嘅領隊啦，咁啊皇馬方面咧沙比朗素走馬上任啦，咁啊同埋陣容上都有啲改變噶啦，咁啊已經簽咗兩大猛將噶啦，咁啊阿諾啦、TAA 啦就由利物浦咧過嚟啦，另外咧侯積臣亦都係一完季就即刻過嚟皇馬噶啦，咁啊呢個新進嘅西班牙國腳咧亦都係估計佢係未來咧皇馬嘅後防嘅中流砥柱噶啦，咁但係皇馬當然啦，佢而家嘅陣容都有啲調整嘅，咁有部分球員受傷啊，繼續休養啊，咁呢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尤其是後防線咧都幾多傷兵㗎，咁啊當然啦前線咧亦都有莫巴比就話佢訓練嘅時間咧，即係好似發燒。咁呢場波踢唔踢到咧都未知之數。不過唔緊要，因為皇馬咧兵源充足啦。譬如好似雲尼斯奧斯啊、洛迪高啊呢啲球員歸咗隊咧，咁已經係可以前面好夠殺㗎啦。嗱，相反艾希拉咧，其實呢支球隊咧，喺我眼中咧，絕對唔係一支沙特球隊。根本你睇佢陣容咧，就係一支歐洲即係一流尾二流頭嘅即係勁旅嚟㗎。嗱，問題就係點樣咧？斯梅恩沙基可以整合到呢班波啦，因為佢哋前線真係好強勁啦，中前場咁啊，又米連高域沙域係中場啦，咁另外咧米杜域啦，咁另外亦都有馬琴啦、魯賓尼維斯等等啦，咁啊另外後防線中後場都大把外援嘅，咁所以根本咧就人嘅8個外援，咁你計咧根本佢就係一支歐洲嘅勁旅嚟嘅，咁啊但係斯梅恩沙基嘅執教能力我哋唔需要懷疑㗎啦，因為3年入邊帶領國米2度入歐冠決賽。咁只不過佢最尾嘅瑕疵就係帶領國米0-5輸俾呢個巴黎聖日門嘅喺歐冠決賽。咁但係問題就我覺得對佢嘅冇懷疑嘅，即係只不過咧要時間去磨合整合嘅啫。咁呢場波咧，究竟我點樣睇咧？咁只要咧你落下邊咧就係評論區啊，或者甚至去我簡介嗰度去睇一睇入去咧就知道㗎啦。咁啊，所以今日暫時講住咁多先，聽日同大家繼續。